罗琳，就完蛋了，把我全部打到屁股。给他梦游泳，给他梦游泳，压力好大。去3才公案。我超怕英泰被勒死。马路之王。也下沙菲进来見防片，不過人家有想過，係咪有一群人為咗配合人嘅防片，稍啲高度留無公平嘅環境地度做事。規天啲時間地度，我留放送到嘅快體驗；規天啲時間地度，我召集到轉嘅客運司機。還有啲規天嘅時間地度，我處理嘅事情見來見到嘅朝上員工。一到高樓嘅代價，早晚會回到人自家身上，小可冇注意，也係精神唔好。可能就会造成心态的伤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一直以来只会教导我们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劳工，却从来没有教会我们身为劳工该怎么保护自己。题材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讲到一些公运啊、社运啊，甚至一些这是我们一般大去讨论的。对，关心的一些劳工阶层的一些。那也就是对得到，也就是对劳欧基法有比较多了解了。其实是你自己签的自愿离职书，当然就不会有遣散费。我们俩咱强调一下啊，以前呢，搁一头家给我签的呢。好不好？我只是实话实说啊，而且他现在已经离职了，就更没有立场为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是我们其实个性还蛮互补的，在角色上面蛮互补的。那因为我之前我还没进劳体盟的时候，在那时候当劳检员的时候，我是比较理性层面多一点点，他是比较感性层面多一点。然后我们经由一些事件去带入一些剧情之后，反而我们就有一些东西，我变得有一些时间点变得比较感性，变得比较理性，就是比较有改变的，就是这个。一发30万，我这做工也无计较，啊，恁这做工根本就无要无紧。我哪有不当一回事啊？我连续去你们工厂去2次了，你们老板就是不拿出出勤记录还有薪资表给我，我有什么办法啊？打电话催也催不动，所以现在只能依照行政程序来开罚。看你点仔钱，对伊跟讲，根本就无要无紧。我可能讲一讲，就是换他讲的时候，他会帮我补充一些，可能就没那么法条，比较没那么硬的词汇去帮我补充大家这样看。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冲着康，我要去帮他圆回来。就是他说话很不中听。那其实对，就是可能比较不讨喜，因为他比较讨喜。阿飞，这个老检员是不是有欺负你？可是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啊！你心里有什么委屈，你跟我说好不好？所以停下来一看，了解人停下来，反应以为他会有反应转头，结果没有，然后就又瞬间又看到阿飞啊拿起来，情急之下晓得这个东西要有，这个过程整个要有。只要往这边，上，你有中岛。丢了就丢了，你眼睛不要，我看得到，0.1秒我也看得到，就是一下子过公，你丢到他算了，没事。下午请他喝一杯咖啡就过了，是吧？但是我好朋友，是那个夜市的那个9公尺的棒球啊，有
2、3、4、5、6、7、8、9，我没有一颗头。但没有这部戏这么多丢东西的镜头。完蛋，老演员。不要冲动哦。你们练课语都练得还 OK 吗？还 OK 啦。其实到后期就一些越来越顺重复的字句什么的，就是一些那种比较专业讲到老子的问题，会比较难。刚开始真的会很辛苦，会非常辛苦。衬透一半，都三声衬透一半，衬透一半，慢饮思路边摊，慢饮思路边摊啊，慢饮思路边摊啊。你好，下面多一个雨下的衣服。好，雨下的衣服。唔是啦，你自家用就好咧。你自家用。那还有新的啦。哎呀，我。不要关门了。各位单位要开了，试关了，试关了。非常的 close， 对，非常 close。你让前继续哦。然后你要下车举牌，下车举牌你不拉的，反正你下车人走，关上我就走了。今天拍了这场戏，其实在以前在路上看到一些举牌员啊，然后发传单啊，我觉得这个行业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可能不管天气的好坏，有没有下雨，或者晴天，或是夏天、雨天、冬天，什么寒流啊，就是各种的天气，你就必须得要在工作。那其实拍了这个戏，知道我们的故事来到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案例的时候，其实我才比较能够更了解他们这个行业工作人员的一些辛酸了。因为我去看完剧本，因为我们的剧本其实的一些设定其实是有参考一些实例的一些设定，所以当我知道他们被对待遭受到比较不平等那种雇佣关系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比较不对等的待遇的时候，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原来他们比我不单是只是我看到的那样的辛苦，其实他们蛮备受压榨的。其实对，那我其实希望我们这部戏可以帮很多领域的一些劳工们，就是帮他们发声，可能或许让雇主可以看看说现在事实的情况是这样，那也可以让我觉得也顺便可以教育一些劳工，可以怎么为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啦，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般在现实的层面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大敢发声，因为你只要说话，你只要出声了，那或许你就没有工作了。讲难听一点啊，我如果今天跟老板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或者说我现在生病想要请假，他不爽，他随随便便就找人取代我嘛。我们一家4口就靠我这个工作这份薪水。那是希望是说，其实或许会有类似劳听盟这样的团体，或者是劳保局的劳检处，各方面的，我相信有各方面的一些团体，甚至是一些单位是可以帮助到劳工去帮他们争取，甚至是帮他们，不要说争取，可能去跟雇主协调、资方协调，他们应该最基本的一些权益了。我希望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啊，劳方跟资方本身，劳方就是比较被动的一群，比较没有主动的话语权，或是去捍卫自身的权益的那种概念。那当然就希望可以借由《劳动之矛》这部片，因为我也在学习，因为其实我们女人啊，或者也是劳方，也是受雇员。对，所以希望能透过《劳动之王》这部片，然后这个角色跟罗明泰我们两个互相帮忙去，帮各个行业的人解决问题，让大家能更清楚，然后也能更了解，可以帮
帮自己保护自己什么，然后也可以帮你身边的人去注意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然后去捍卫他们的权利。我也劝我同事一定要忍耐，毕竟我们还年轻，本来就应该要多付出一些。可是我却忘了，我们也要休息呀。努力的工作，并不代表就一定要持续性的过劳。这样的观念，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转变，要将为资方赚钱的身体，改变成提升自己劳动权益的身体。其实有一个出发点是说，比如说我在接触就是看新闻的时候，我的家人或是一些亲朋好友，他可能看到抗争的画面，新闻上，他就批评，他会说你们这些人在胡搞瞎搞，弄乱社会秩序，然后阻碍交通，然后其实就是会吵的孩子有糖吃。为什么不好好找个工作，在那边揪众闹事，危害社会？你不会丢脸吗？可是那个真的，你真的深入了解之后，我觉得其实那个是必要的手段。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说，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也有被震撼到。比如说那时候工会干部的这个太太，她怎么样自己一个人，她真的就是拿着丈夫的遗照，非常的孤绝的就站在工厂前面，就所有的人都冷漠，可是她就很坚定，因为她那个怨恨或者是那个不平，就支持她一定要达到目的。可是这个东西，你要是真的接触了、了解了，你看到影像了，就会被触动。如果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社会上所有的不公不义，我们有必要走到这一步。那我觉得牛粪这个也是，就是加入到菜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很脏的东西，那你为什么敢碰？你为什么愿意去做这些？就是不管有像新闻也有卧轨啊，或者什么，其实很危险的或很肮脏的事情。那最后其实就是希望导向说，因为有信念，那希望大家观众看了可以理解说信念是什么，他们信念是什么。他要进公司可以，除非先采购我们的山铁。大家都是辛苦地下工作的好员工，我们来试一下他敢不敢在媒体面前这么做，好不好？好，大家躺下，大家躺下。现在我们牛粪来了，我们来告诉他们，我们有多么的愤怒。我超怕英泰被勒死。感觉晚上去推拿，而且晚上还要弹吉他。我刚才想，完蛋了，晚上弹吉他的时候手会不会这样走？你小心点啊！就是你！还我薪水！还我资源！还我尊歌曲名叫《老下午》，老下午，老下重。如果翻译到国语就是老下午。对，日昼。在讲一种人生的感觉。有时候下雨，有时候晴天，有时候热闹，有时候冷清。啊，因为我们抗议有时候下雨，有时候晴天。自己硬要想一个关联吗？我知道。可是我觉得感觉蛮像的，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就会唱一些比较。如果点一些蜡烛或什么荧光，对，然后大家跟着这样，感觉很凝聚。就是以有别于你们早上很群情，很跟早上丢牛屎做一个平静沉淀。就我们不是报名，我们是有些让张悬出来唱一下的感觉。红悬不是安全。倚着路下走，已無大道。
树，树行以后将将水面空，绵绵给发。曾经问监太说，你没有疲惫过吗？就这个工作其实收入不是太好，就是一般大家的眼光来看，它不是一个很好收入的工作，而且它很劳累，然后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要吃上官司的危险。那为什么你愿意继续这样做？我想我是敬重他们，是因为监太说，当你看到问题，而你已经无法忽视，所以你会继续想要为他们做下去。我觉得这个是蛮感动我的。包括我们做田调的时候，我们去找了一个苗栗60、70岁早期的老检员。说实在的，其实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有点担心我太偏颇。比如说，我们对公务人员的印象一直都不太好，或者是说，其实我们3个大概比较偏向劳方的立场。其实，在写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到善意的资方以及我们如何在这个戏制造劳资对话的基础。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后来写完剧本之后有觉得。提醒自己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戏最后还是要让劳资双方和谐进步，然后进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后来的收获吧。今天就是我们要持续抗议的步骤，然后今天要来到华威化学工厂，然后要瘫痪他们的生产线。所以今天是我觉得整出戏的场面最大的一件事。然后等一下会有爆发一些冲烈的冲突，以及我们会使用非常手段。今天看到这样就是很有感觉。我总监的0点是坐游览车来的，厉害了，80，加上然后警民冲突，仿佛回到了那年的街头。做完了。翻一下。弄完就下来。然后他们会直接冲撞他们。冲撞对，冲撞他有的会撞，有的是挡而已。对，你就挡，就白去挡。就勾得上嘛。对，勾得上，上嘛，上，抓他手，对，你要抓他手，小心要。等下真实拍应该会更冷静，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人忘记要假的做，怕是他这样。我跟你说，出来真的出来了。这样很危险。对，我现在来的时候，你会这样。不好施力。两手张开，眼睛张开。我们就是要瘫痪你的生产线。对，就是不走，还想怎样？我就不走。往前冲，麻烦那个冲撞、推挤、表情狰狞的，还是要演出来。我去3 take 1。什么？这就是标准的烟雾弹啊，这就是烟雾弹的威力啊！也吸到很多那个烧金纸烟，然后他们放烟机 CO2，就是吸到一口水，我看吸到什么就很浓的一口痰的感觉，很浓的一个东西。来点水，快点！然后他现在都已经脑子坏，所以他现在看到男生他就在小心。哎，不可以，不烧到然后。其实真的非常有感觉。我一层，我一层，现在是要干嘛？还我们一层，理想出来，英台出来，太无良，无良英台，英台杀人，还有对啊。我看到他在前面。
我超怕英泰被勒死。听不到，完全听不到，什么时候看都不知道。在那个美术装旁边喊，卡啦，我们才知道。中间的人把水位举高，两边都知道。来，其他水来。水要在右边一点吗？水要在右往旁推力。水要甩一下，水要甩一下。不是你啊，是水管啦。练。对啊。好来，快！对，其实那个雨只要一淋下来，我就觉得我好惨。现在大概只有12度吧。对，就觉得挺惨的，然后所有寒冷的回忆全部都涌上心头。而且我刚刚就是回去以后就觉得刚好像一场梦，我已经完全就失忆了。刚刚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赢了！我觉得所有的自由或者是权利，其实有时候都是我们自己争取出来的。法治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完善。因为其实我后来觉得，我们其实也是一种劳工，就是演员啊、工作人员其实都是一种劳工。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还存有很多阶层的劳工，那其实都有蛮多的问题。那可是因为大部分劳工都为了生存、生活而没有时间去抗争或者是去争取，所以就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心有余力，就是有为这些人。能够发生吧，我觉得对，就是希望人权这件事情能够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熟。华为化学，打压工人，打压工人。华为化学，华为化学，草菅人命。我养，更有感觉，更有感觉，因为真的在这里。打压工人，打压工人。我们是排球队的，他是那个举牌的。哦，对，我是领球的。他是劳动之王学院最美的那个。举牌员自己讲，这种话不能自己讲。对啊，是最漂亮那个才会站在前面这样唱。还有。今天的阵仗其实虽然人数没有很多，不过还感觉蛮好的。然后真的好像是在看，然后还蛮有那种情绪会亢奋的感觉。我们刚才还遇到真正抗议的，还跟我们讲说要加油。道歉赔偿，道歉赔偿。我觉得今天很特别，是杀青的最后一天，真的来到了劳动部，然后真的就是示威游行走了一大段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蛮感动的，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真的在做一些对的事情。我觉得他因为这个戏并不是要来上课，这个戏其实是我觉得是分享很多人过劳的经验，然后提醒自己在工作当中更尊重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只要大家能够在这个看片子的过程当中，将来能够比如说互相体谅一点快递员，互相体谅一点人家楼下的保全员，能够多替其他的行业着想，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样就好。10到20集，他看完了。